大家我係神田汽車阿昌啊，今集咧揸電車嘅朋友啊，真係再三叮囑咧，記住睇，因為今次咧係全新嘅概念，點樣去安裝一部電車，仲有啲新能源車，要避免咧就行咗歪路。大家睇清楚點解要出一啲新嘅產品而配合新能源車，仲有以後唔需要再擔心任何嘅破保啊，或者再問我會唔會破保啊，點樣安裝啊？今日真係睇段片。好啦，以往咧我神田汽車音響咧去安裝啊，例如比亞迪啊、小鵬啊、其他，我哋會使用一啲光纖嘅解碼嚇。咁但係亦坊間咧都有 A to B， 但係當其時咧我就唔係好接受呢個 A to B 嘅。不過咧新嘅第二代嘅 A to B 出咗嚟啦，咁可能有啲人問，咁呢個 A to B 係乜嘢嚟啊？咁大家放心下，但係記住嚇，呢一段影片咧應該有2至3集嘅 ，OK？ 咁如果大家咧都係揸電車，亦都關心咧將來可能換電車係點樣，記得嚇關注我哋嘅頻道，記得咧撳埋隔離個鐘仔，最新嘅資訊咧第一時間俾你。喺 Facebook 咧記得追蹤我哋啦，俾個 like 支持我哋。咁我哋希望咧每隔2日就出一段，咁希望咧大家知道發生咩事。咁好啦，呢段片好得意嘅，其實較早之前咧我喺國內咧南山店裏邊咧已經同阿貴師傅拍咗就抖音嘅版本就出咗嚟。當其時我係諗住香港咧都再拍一次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因為咧今年年尾啦，又播放器又出咗啦 ，A to B 個新嘅能源車呢個配合咧又出咗啦，咁仲有我想臨近年尾啲咩套餐啊，仲有啲新喇叭又到咗嚟，我哋點樣去處理？咁所以太多嘢堆積住咗我咧，咁不如咧。咁希望大家唔好見怪，咁用住抖音嘅影片咧，我哋睇住先。但係記住嚇，真係加深了解，睇認知到點解以前我唔用 A to B， 堅持用光纖解碼嚇，而今次我又翻轉頭用 A to B， 因為佢非常之改進咗好多啊。咁好啦，我哋而家去片啊！所有觀眾聽完都拍爛手掌，攞個獎靚音響，個個識欣賞。神田係最強勁啊，人人要分享。夠晒專業改完門，變個美商。所有觀眾聽完都拍爛手掌。Oh my bro！ 阿張啊，而家呢啲新能源車咧，成日講話 A to B 啲乜嘢嚟㗎？我知道你收到啲風係咩嘢嚟嘅。嗱，以前咧其實都坊間咧都好多人問我哋 A to B 係咩嚟，其實咧就係俾啲新能源車用嘅 A to B， 就連接翻咧佢個系統用翻裏邊內置嘅 function。但係好特別，我哋神田咧一路都冇用 A to B， 就叫話客人咧就使用光纖解碼盒。但係今次咧好特別啦，終於嚟咗第二代嘅 A to B。我諗咧今次我哋點樣拆解 A to B？對所有嘅新嘅車主咧有咩好處啦？不如我哋入去了解下。好啊，我都要想知下。而家咧我哋開咗個 mon 俾你睇啦，我哋行啦。好嗱，咩嚟㗎？昌，你講解下啦。嗱，以往咧而家坊間咧第一代咧就係話將原裝主機嘅線路咧就入落 DSP 度，咁咧就 A to B 嘅 DSP 啦，然之後就去喇叭。咁你留意翻下邊幅圖啊，即係我哋將下邊嘅原裝 amplifier 咧係冇用嘅，交叉咗嘅。咁呢度會出現一個問題嘅，你知唔知發現咩問題咧？照我所知就，如果部原車主機升級，佢會自動升級㗎嘛，因為你上住網嘅新能源嘅車，冇錯。跟住我就會用 DSP 調音啦，調好大之後咧，你升咗級，我啲嘢就會變大。咁仲有問題啦，如果當例如一架國內嘅新能源車啦，我咁講先啦。佢如果個大系統咧要升級嘅時候咧，因為原裝 M 咧檢測唔到之後咧，佢就完全係升級唔到啦。即係換言之，我揸咗1年，佢入邊可能升級咗2次咧，就完全升級唔到啦。所以咧，我哋一路咧第一代嘅 A to B 咧一路都唔敢使用。不過亦都講啲小貼士先嚇。亦會有一啲坊間嘅店家咧，會喺呢一度嘅原裝嘅 amplifier 咧，直接改線咧嚟通電咧，嚟呃個電腦咧話佢嘅存在。不過啦如果咁樣改咧，我哋真係叫破保啦，因為你改變咗個線路啦。咁好啦，我哋而家講下新一代嘅A to B 又係點啦？我哋睇下第2幅圖啦。而家你睇呢幅圖咧，又睇唔睇得明咧？應該易明好多啦喎。睇得明啦。嗱，佢而家咧呢個咧就可以通用翻你嘅原裝所謂嘅 A to B 原裝嘅功放啦，因為佢所有個系統喺呢度嘅，所以你升級啊，所有嘅嘢咧都唔會破保啊，唔會剩嘅。至於咧 DSP 嗰方面咧，喂，我唔會下裝你16隻喇叭，我唔會下裝16 DSP 啊，昌哥。好啦，仲有一個小好個新嘅嘢咧。第2代嘅 DSP 咧，我哋點樣可以縮減個皮費？例如先啊，我都意見啊，如果你真係16路嘅 DSP 咧，客人咧都必須都希望你裝翻16路。不過咧，我銀包預算少咗咁點啊？我哋可以裝8聲道，而有剩翻8聲道咧，由翻原裝主機去推。
然之後咧由車頭嘅用翻8聲道嘅 DSP 咧去推獨立調校都得嘅，所以分開晒。仲有啊個秘密武器咧，我收埋咗喺度啦。就係呢個盒，一陣間稍後咧就俾啲相大家睇。咁咧其實呢個咧就係 A to B 咧其中一個解碼嘅盒，就可以分離。嗱，活動性好大啦。我曾經都講過幾條片啦，我哋好希望買嘢就唔好俾客人就捆綁式銷售。而家例如而家呢一個咧，呢個盒仔咧，可能我哋係 for 另某一隻 DSP 使用啦，佢可以咧直接咧就用翻你嘅數據線入翻落去，用光纖直入咧其他例如喜力士嘅 DSP 啊、卡舒曼啊其他品牌都得嘅。咁換言之就係話客人咧就自由自在嘅升級，唔需要咧好多限制啊。咁呢一方面咧就比較好處嘅。咁仲有阿貴，我都知道啦，你以前咧去安裝咧都遇到啲困難嘅，例如有啲叫做抗噪啊，係咪啊？係自動抗噪，因為抗噪嘅原因咧，你一加咗 DAP 咧之後咧，佢會有一個頻段衝出嚟，嗡嗡嗡嗡嘅。我都想問下啦，其實嗰個自動抗噪咧，好似係咪真係蘋果或者其他嘅耳機嘅時候咧，有人行過車行過令到好靜啊？係，就係呢個功能。哦，咁所以咧有啲電車咧改完音響點解發覺好嘈咧？因為啦第一代嘅 A to B 咧係會用佢個電腦咧熄咗呢個自動抗噪，今次咧個自動抗噪咧全部可以用翻晒。咁所以咧今次嘅第2代嘅A to B 咧，我覺得值得使用㗎啦。咁仲有啲咩唔明白啊？即係你已經講咗啦，可以用。我預算，不如咁講啦，我預算16聲道係1600蚊嘅，我今日冇啦，我得8嚿水，咁我只能夠升級前邊先得唔得啊？係絕對可以嘅。咁升級咗一半之後咧，我之後咧可能我唔中意某一隻嘅 DSP， 我可以升級其他 DSP 都得嘅。